各位觀眾，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傾下嶺南地區一種好有意思嘅傳統糕點紅臉糕。呢種紅當當嘅糕點背後藏住廣東人嘅生活智慧同節慶記憶。講起紅臉糕嘅歷史，我哋要追溯到明清時期珠三角一帶，當時嘅農民發現用欖樹葉汁可以做出天然紅色，於是就創造出呢種獨特嘅應節食品。佢唔單止好食，仲有好意頭。紅臉糕最特別嘅地方在於佢嘅製作工藝，老師傅會用新鮮欖葉榨汁同糯米粉搓勻蒸出嚟嘅糕點，帶住淡淡植物清香。呢種古法正正體現咗嶺南人善用自然資源嘅智慧。喺傳統節慶習俗裏面，紅臉糕扮演住重要角色，特別係農曆7月，廣東人家會蒸紅臉糕祭祖，紅色代表吉祥，亦寓意驅邪避凶，反映咗嶺南人慎終追遠嘅文化傳統。而家等我哋睇下佢嘅文化意義。紅臉糕嘅傳承期，實係一段民間記憶嘅延續，由選料到蒸製每個步驟都蘊含住代代相傳嘅生活經驗，係一種活態文化遺產。最後，我想講，紅臉糕唔單止係一種食品，佢更係嶺南地區節慶文化嘅載體。下次大家見到呢種紅色糕點，不妨諗下背後嘅歷史同人情味。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期再會。